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到埃及，甲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加沙的和平峰会。众人拢希望讲，会当甲已经达成的停火甲换政府的协议进一步正做长期和平的安排。也若伫咧峰会，嘛有宣示要落实停火甲人道中建。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降落夏姆斯克，车队马上去会场。川普甲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加沙和平峰会。川普讲这是中东甲世界意义非凡的一日，佮点名卡达埃及等伫咧中间走总是真有功劳。川普也表示，大家拢认同支持加沙是为帮助当地人民。We don't want to fund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bloodshed, hatred, or terror, as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we're also agreed that Gaza's reconstruction requires that it be demilitarized and that a new, honest civilian police force must be allowed to create a safe condition for the people in Gaza. 峰会期间，参加国家拢表示，落实政治甲犯人教化，扩大援助进入，甲建立战后治理风格。埃及总统塞西伫演讲当中强调，两国方案是唯一出路。埃及会甲美国甲各方合作，主办初期复原中建甲发展会议。وأعيد التأكيد على دعمنا وتطلعنا لتنفيذ هذه الخطة بما يخلق الأفق السياسي اللازم لتنفيذ حل دولتين باعتباره السبيل الوحيد نحو تحقيق الطموح المشروع للشعبين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طي صفحة الصراع والعيش بأمان. 停火第一阶段，以色列释放差不多2000个巴勒斯坦犯人甲被扣押的人。加沙尤尼斯因看到红十字火车甲载满被释放人的这巴士穿过人群，哈马斯释放闭关2年，最后20批以色列人质甲经济遗体，真济释放人质拢甲家属团圆。I was so nervous to meet him in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oving.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有真济经济遗体伫军警护送节下送到检测中心，全场肃立致意。和平峰会目标是将停火延续做长期安排，扩大援助加速重建，达到铁军甲建立战后治理机制，未来安怎落实监督甲保障双方安全，也是考验各方承诺的关键。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最新的消息来关心花莲马德岸溪崩山湖崩花做大水了后，目前有5个人要找无。特搜队12伫咧不组街找到要失踪姓林翁仔某因的轿车，不过人是还未找到。另外，在地学校已经恢复上课，教育部长陈永耀昨昏去了解学校复原的进度，嘛讲会斗3天来重建。家属徛伫土溪边等待，希望会当有好的消息。马太安溪水头崩山湖溢流了后，造成花莲光湖乡灾害惨重，目前有5个人失联，其中一对姓林翁仔某9月23日伫到福州街附近工寮整理物件，事后下落不明。12第2摆去救援光湖的联动特殊大队，伫福州街挖到失联姓林翁仔某的车，离案发前位伫800公尺以外。空拍及水域分析，在下方约800至1公里处。树林中发现车辆，希望叔叔婶婶能够赶快出现，让我们带他回家。过去13继续伫轿车事故为恶，希望进一步找到翁仔某2个人。消防署继续部署长期区执行搜寻任务。今天有7部的挖土机持续在现场做搜寻的一个任务。学生结束年假，陆续返校，除了继续搜寻失联者，光复当地各级学校早起起，陆续恢复实体上课。13教育部长陈永耀去灾区了解校园复原进度，看到河土沙坑一大半的校园渐渐恢复，伊表示会甲地方合作，全力协助重建。有大概提了9000多万，将近1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学校的许多的设备跟场域上的一些重新的一些整建，跟地方来合作，能够快速的来协助学校。国校重建进度继续推进，13恢复实体上课的光复上工，学生一个学校得到2000里行列，部分学生因为这河土水引起这当穿白服去学校。大量的衣服被淹没，有些衣服都沾到了泥巴，所以没办法穿。
这年假园受灾严重，也毋过会当等去学校，互学生真欢喜。面对段考延后加升学压力，学校也甲老师达成共识，以多元评量方式计分，搭配第8节假日，甚至寒暑假补课来确保学生学习无中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关马达安溪这个放山湖，农业部讲，目前内底欠水量是进前的1.7%。不过天然坝也就是这放山湖的花，要是真无稳定，会继续来监控。另外，昨昏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邀请相关部会进行专案报告，有立委就质疑讲，这个灾难本地是会当避免的。5秒吗？部长你要听啊！消防署长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看你的脸色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听到立委报出的紧急疏散警报声，内政部长甲消防署长拢无啥清楚，凸显国警声上侪种，民众也真歹分辨。对于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放山湖灾害，造成10口死50人，民进党立委也质疑，敢是原本会当避免？你这个天然灾害无法避免，是，所以我说人定无法胜天。对，但造成这么大的这么多人的罹难，这是不是可避免？是的。强制撤离是由哪一个单位来执行？还是由地方政府，包括花莲县政府以及3个乡镇公所？胡说八道！天天栽赃花莲县政府。好，你们要栽赃花莲县政府，可以。撤离执行单位就是乡镇市公所，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国民党团总调部分期继续追究，迄当时疏散落实问题。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维持一级开设，因为农业部指出，放山湖虽然稳定溢流，蓄水量大约是进前的1.7%，也毋过坝体犹原无稳定，会继续监测。前进指挥所也表示，爱等撤离计划定案，经过居民实际演练了后，才会解除红色警戒。也毋过官府反映地方容量不足。光复乡公所作为执行8500多人的疏散撤离，他们有表达相当的忧心。你其他的13乡镇全部要支援，包含花莲市所有的资源都要投入，不是只靠这3个乡镇。综合的话，贵连上回应，袂当只有光复乡动员，花莲县府爱全面盘点县内所有人力、物力、机械等资源，才会当影响大型灾难。佮强调，目标这礼拜进行撤离计划的编辑推演，刷来再执行演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一届花莲光复乡的灾害，也有真侪民众是赶紧送爱心甲捐钱过，不过却是有诈骗集团利用这来共拐钱。乡事局提醒，唔通去点来路不明的网站捐钱，都要认明是官方的口罩，提醒大家都要较买册咧，才袂互骗去。诈骗掠袂离，诈骗的手段愈来愈侪种，除了网络诈骗、投资诈骗，刑事局表示，即马阁有利用花莲救灾的名义，利用民众的爱心来做诈骗。目前接到11件报案，2件是骗爱心，8件是加赖骗运费，阁有1件是网络诈骗。刑事局提醒，若要捐钱予花莲光复，也是爱以卫福部和花莲县政府的公布为主。爱心捐款一定要依卫福部公布的9月25号公布的一个专案，来进行捐款或者是来汇款。那不明的连结或者是简讯，也千万不要去点选。那有任何的疑问，请拨打165专线来做查证。根据刑事局统计，顶个月9月份，全国平均每天受理案件和财损的金额，拢总比去年同期减少22%和44%。但是刑事局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网络买卖、投资诈骗、假交友这款的诈骗。去年的9月的话呢，每一天发生的件数大概是601件，那财损呢3亿9700万，等于3亿9700万。那这样的话，发生件数减少22%，这个财损的部分呢是减少44%。但是呢，诈骗的手法呢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希望大家呢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提高警觉。刑事局搁一摆强调，政府未发底信，也未请民众去 ATM 做操作。民众爱会记个4个原则：卖点、卖输入、卖汇款、卖转传。另外，刑事局提醒，刷落来政府准备要普发1万块现金，提醒民众也要注意，才袂互人骗去。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
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要索按稀土出口的管制，川普是随甲中国要加扣100%的关税，这贸易冲突是搁一届野悬。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昨昏讲，川普要是按算10月底伫咧韩国甲习近平见面，互美中贸易战的冲突较长和。来看自由时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昨昏结果出来，这个是由3个学者共同摕到这个奖，要来表扬因研究出创新安怎来推动经济成长。过来看联合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而且讲若是无邀请，就要说明原因。这一届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建议环太平洋的军演要邀请台湾参加，而且嘛要做伙研发甲生产无人机。另外，因为参奖2院提出的版本无共款，协商了后会交予川普签署生效。美国海军主导2年1摆环太平洋军演，2026年会再举行。过去台湾不受到邀请，明年无的确有机会参加。美国参议院初稿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台湾的海军参与环太军演，也有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也拿军事援助台湾100亿美金的条款是保留。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法案后续进展，并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维持密切沟通，共同深化台美伙伴关系。美国参议院版本也要求国防部长办公室简化加速对外军售，也若9月通过美国众议院版本，相关要提出简化国防采购流程的计划，要求甲台湾建立建立国防科技伙伴的关系，同意继续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并且调升到10亿美金。不过对着参众2院版本无同，会来协商，对各自版本删减妥协，而且重新表决通过了后，结果送到总统川普来签署生效。可能也是要国际上的奥运，我们讲搭上线啊，或者是真正去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军队训练状况。我觉得对我们的军方来讲，其实是有很好的注意的。专家认为，甲2025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甲台美军事创伤医护计划等。明年台湾有希望参与环太军演，各国应该赶紧做好准备，像甲其他国家军队的外机沟通、机关协调能力等，才法度借由甲多国共同军演的时机，提升这个协战量能，加强合作强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国造的畅水艦海鯤號，本地9月份要完成海顶的测试，算是跳票。国防部长郭立平讲，11月份交船确实是真大的挑战。然后另外，罗总统伫咧双十的演说，宣布讲要打造台湾之盾。专家认为讲，这爱开真侪钱。然后郭立平是讲，有符合无病帮作战，年底会摕特别预算。国造舰艦海鯤號原底9月要完成海頂的測試，確定跳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13做艦艦國造專案進度的報告，採秘密會議的形式。國防部長郭立平證實，海鯤號要咧做海頂測試進前裝備條件甲測試。11月要完成海頂測試交船，是真大挑戰。我對於整個潛艦最後能夠建造完成，還是有信心。要在11月完成，確實是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時程雖然稍有落後，但是全艦是往完成的方向在邁進當中。面對中國軍事威脅，除了加強海頂的戰略，總統賴清德雙十演說，講要打造台灣之盾，建構台灣分戰防禦、嚴密的南雜防空系統，嘛讓外界質疑可能違背無邊防作戰的概念。它的攔截的幾率自然會成功，然後它也能夠做一個更具有效率、有效資源分配的一個火力協調。那這個當然是不對稱作戰的概念。用反飛彈對抗飛彈，或是用潛艦對抗潛艦，它本身就是一種對稱的作戰方式。那基本上就是誰錢花得多，誰時間花得多，誰就勝出。偏偏台灣目前沒有錢，也沒有人，也沒有時間。專家認為講，中國軍方武力拍台灣的手段，唔單是飛彈爾，還佫有軍艦、艦艦等等幾啊種的威脅。台灣之盾唔是袂使哩，不過可能愛開真濟錢，需要真濟卡手。郭立平講，年底會提出特別預算，會買導彈刺擊殺網，無論是雷達系統、飛彈系統、無人載具等等，目標就是要向準外陸軍的方向來建設。記者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咱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各地攏真好天，嘛不哩啊傷熱。
轨道有的所在会落雷公雨。咱来看分图。目前气象署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包括台北、新北、台南、屏东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热到36度。也若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是温色的灯号。另外，花东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雨，过到嘉义以南甲各地山区有的所在会落西北雨，尤其是花莲这雨可能会较粗。继续咱来看南投县头一届举办双十的烟火，不过这届效果是真歹，规个是烟蓬蓬。有的业者是分析讲，因为迄一天无风，加上盆地地形，这烟火的烟才会烧透袂出去。烟火放无几分钟，规个天顶拢烟蓬蓬。国庆烟火头届伫南投放40分钟的烟火，在地民众讲看无到5分钟就想要走，嘛会当看到袂少接送车拢提早离开。就带着我的宝宝，我2个多月，然后我们就想要去看烟火。但是大概放了5到10分钟，就是空气很差，所以因为我有带小孩，我就赶快逃走。气拢是烟尔，无看到啥物水的，无风啊，所以讲烟就飞袂出去，所以讲伊就造成咱这个环境污染足严重。摆袂出去的国庆烟火，敢若是一个国家级的空污的实验，要互咱看。南投是4面环山，规年风速低接近无风，尤其是民间真无适合去焚化炉。南投它全年无风的状态，0到1就有57%。有烟火业者分析，国庆节当天因为湿度高、风速低，加上南投属于盆地地形，伫短时间内放大量的烟火，唔但烟真济，佫真歹散去，认为地点经唔对所在。当天湿度高，释放的时候，它的烟就会聚在那个地方，再加上南投因为属于盆地地形，然后空气对流比较差，然后烟雾就难以上升扩散。当晚的风速又低，好像只有每秒大概不到1.5公尺，所以说烟也没有办法去吹散。目前我们模拟的结果，其实民间乡扩散条件会比这一次国庆烟火扩散条件来的优良。那其实烟火造成的烟雾在焚化厂的操作并不会产生。南投管区环保局表示，环保局南投7站伫放烟火地点的正南方2公里，有观测到空气污染的浓度相关，一部分是受到烟火影响，另外一部分是受到疏散车流的污染源影响。不过，迄时11点，空气品质数值就恢复正常。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这一届双十连假休3天，台南是闹热滚滚。台南古迹的园区加起来，参观的人数是破纪录，门票的收入超过200万。所落来，这礼拜伫咧高雄也有演唱会，台南嘛有浪人济所咧举办。因那台南的订房率嘛已经有甲8、9成。双十连假，侪家长带囡仔来耍这大型芭比等的出流浪，这是三峡回航水稻博物馆6周年馆庆活动。那安尼市区的水高社文化园区，嘛有艺术表演、亲子体验，嘛请超过2万人来遮佚佗。台南市文化局初步统计，连假3天，整个古迹门票参各园区的收入超过200万。台府城入园的观光人数，平1年加加成长，创下这几天以来国庆连假同时间的新纪录。特地来台南的时候，觉得台南很多的住宿成本有再增加一点点，对。但是因为台南真的又好吃，东西好吃，然后景点好玩。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古迹园区里面，我们特别推了3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措施，同时入园也致赠火鹤花。那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持续以文化带动观光。不过，双十连假结束，这阵所有网友伫网络讨论，台南旅馆的饭店真歹订，佮加上介绍哪像较悬。根据了解，这场这礼拜17日起购，连续办3天的浪人节有关联。另外，高雄共这礼拜嘛有 BLACKPINK 演唱会，地处房间有惊歹订，有业者坦白讲，高雄旅客拖来台南订房间，这阵订房率超过8、9成。那这个礼拜比较特别。这礼拜虽然没有连假，但是高雄有演唱会，那台南也有一些浪人季等的音乐季，所以其实也是蛮多客人选择入住。本周的住房大概有到95% 以上了。人会想要有人好耍，嘛有演唱会人好听，所以讲人拢会选择讲以咱台南为主要这个住宿的这个选择高雄办的大型演唱会。咱就是讲咱台南的旅宿业有哪有一寡
外溢效益啦。那在饭店旅馆房价到底敢有起价咧？管理局回应，拢有定期咧巡查，有消保法咧管控。这阵介绍只是回转来市场机制，并无特别起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墨西哥有5个州顶礼拜上大雨，毋但造大水，嘛发生水崩山，上无造成64个人死亡，有几啊十个人失踪，而且阁有万外栋厝受损等，32万人无电通用。厝外的道路正做串流的河川，部分挖进山坡地区，更较互土石流掩埋。这时，墨西哥中南部的小城市花府亲南哥，居民被逼伫停电的状况之下，拍拼程度出来厝外落雨梅，有人也会面对亲人失踪甚至死亡的不幸。El jueves en la noche. Como las 9:30 por ahí es pasado lo que pasó. 立即飓风普利西拉甲热带风暴雷蒙，为10月初开始，连续侵袭墨西哥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加上当地2005年的雨量比起往年异常的悬，大风大雨带来的大水甲土石流灾害，一路一直到墨西哥中南部各地，四季拢会当看到这款路灯桥帮车条伫足之中袂顶袂当经常，面对残破的家园，民众除了感伤，也充满无奈。Sí, y pues le afectó bastante, pues todo se perdió. Pues tenía comedores, tenía muebles, camas y todo. 墨西哥总统克拉蒂亚宣布幕，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灾民撤离到安全的地区，佮帮忙分散救灾物资。外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除了人员伤亡，甲失踪至少有16000栋厝毁损，同时电力系统也受到影响，大约32万人面临停电的困境。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来看澳洲新津区国家的数位出入境的系统，为12开始施行。这目的是要伫咧2个月边境，用电子生物辨识技术来登录非欧盟公民的资料。这个系统目前有人感觉真好用，不过嘛有人感觉这个系统还用了真侪时间。旅客依照这指示翕相扫描，并且持指纹。澳洲新津区国家正式启动 EES 数位出入境系统。过海关时，无搁再由边境人员伫护照顶面登印啦，而是改用电子生物辨识的技术登录，并且建档非欧盟公民的资料。新系统实施的目的是加强安全控管，查出逾期停留、身份造假甲无证的移民，同时也是回应包含奥地利、意大利甲丹麦这9个欧盟国家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移民政策的政治压力。This is an airport infrastructure issue. This is not about the airlines. So ultimately, even if you are stuck with the scanning, the aircraft might still leave. Please allow yourself more time. 那伫机场 ，EES 也伫部分的公路、铁路甲港口这边境设立关卡，并且采取分阶段上线，要伫线内6个月内慢慢扩大到29个新冠的国家。也若欧盟国家克罗埃西亚甲邻国非欧盟国家波士尼亚的边境检查站，每年爱接待几啊100万名的旅客。新系统一个推出，也引发民众烦恼讲，可能需要等待几啊点钟的时间。Otežavan je pristup Schengen zonu za ljude normalne koje žele da vode biznis i prolaze, idu na ferie, gdje god da se kreću. Mislim, ovo je bez veze, uistinu. Prateći da ovakve gužve morate samo doživjeti period, tako da ovo stvarno neočekivano. Pa brzo smo relativno prošli 2 minute. Trebalo malo dok sam stavio one prste na onaj čitač, dok je registrovao ovako bez ikakvih problema. Jedna slika lica i to je to. 联合国旅游组织讲，12岁以下囡仔无需要持指纹，而且 EES 是免费的。也来到澳洲旅行的电子旅行授权签证 ，ATS 会伫2026年底来实施。ATS 也是取代传统签证的选项，申请程序采线顶作业，费用是20块澳元，大约代票712块。因申请的国家包含台湾。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纽西兰政府宣布开放台湾的旅客，伫咧出入境的时阵，会使使用自动通关的系统。这是全球的第8个国家。咱外交部嘛提醒，民众若是要去纽西兰进境，都要先申請電子簽證。上飛輪機進境的24點鐘內，愛去網絡頂寫電子入境卡，到位就會當快速通關。
进前咱驻纽西兰代表处国庆酒会代表欧江安甲11个纽西兰国会议员贵宾做伙唱茉莉歌曲，展现两国友好情谊。欧江安嘛提起两国签署 FTA 以来，双边贸易啊逐年成长，2024年达到25亿纽币，而且台湾已经是纽西兰产品第9大出口市场。 But most importantly, tonight we celebra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aiwan. 即摆两国伫观光联合完后新进展，纽西兰政府13宣布开放台湾旅客出入境时阵会当使用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e-gate。这是伫美国、韩国、澳洲、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加马来西亚了后，第8提供台湾自动通关台语的国家。 这也是台湾跟纽西兰关系友好的表征。我们相信开放以后，两国人民的往来会更便利，各领域的合作也会更密切。 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1月至7月有1.9万的台湾人去纽西兰，1.2万的纽西兰来台湾。2024甲2023年互相访问的人数差不多有4万至5万人。外交部提醒，咱国旅客去纽西兰爱先申请电子签证，坐飞机进前24点钟内进网络下好，到位的时阵就当快速通关。就是比较方便嘛，而且会觉得他们比较认同我们吧。不一定因为自动通关而去，但是能这样当然是最好。入境那种感觉。 就很熟悉的感觉，这个国家很亲切的感觉。未来政府也将持续推动与其他国家互惠使用自动通关，使国人出国更便利、有尊严。内政部移民署讲，以平等互惠的原则，咱方原来当地研究开放纽西兰晶片护照持有者入境咱国机场的时阵，会当享有e-gate台语，一定伫今年11月底至12月实施。记者采访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非最近发生一件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一台长途的客运伫咧山区出车祸，造成至少42个人死亡，49个人受伤。伫咧死者内底，上细汉的是一个10个月的婴仔，而且这乘客大部分拢是外籍劳工。来看中国海警船甲菲律宾的公务船12伫咧南海相撞，双方拢讲是对方的责任。 因美国是大力谴责中国，而且强调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的条约，伫咧南海的任何一地点对菲律宾的部队甲公务船的攻击，拢有下用。法国前总统萨科吉因为涉嫌刑事强暴罪，去予法院判爱关5年。有风声讲萨科吉伫咧10月2日就会入监服刑，嘛正做法国战后头一个封关的前元首。镜头转来咱国内。 回答敢会伫咧北士科 T17、18来设台湾总部，目前要卡关。昨昏暗时啊，台新新光金证实，新光金收有收到台北市府的公文，嘛请台北市府都爱照地上权的契约来启动协调的机制，希望会当找出上好解决的方案。 受外界注目的回答台湾总部设置限缩经济遐，是毋是伫北市区 T17、T18游玩无定限？台新成功今摆暗时发布当新正式成功征收，收到台北市府来函，请成功征收同意合批终止北市区地上权，呼吁市府依照地上权契约约定，启动协调委员会协调机制。 我们亮懂的这一个这么地位这么高的状况，现在也是工商的理事长尽快的来做协调，那原则上应该会有好的成果。 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公开发声，台新成功金控董事长高栋亮希望新修订无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之下，提出合批解约条件，市府也可算双方解约金，合理范围是5到8亿。 这个还他30几亿，那原则上算一算，大概5亿到8亿啊。5亿到8亿，对对。好，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开出来的，应该就是解约的这个，应该就是5亿到8亿，对不对？初步是这种样。 有民进党议员指出，敢来同意40亿，抢出来部分是不是由回答到3天？李树川回应，回答办事后表示，那中心签约内容包含对新秀的补偿，原则上应愿意全部承担。对于能跟星光人寿尽快达成协议，而且议会也接受，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们希望能够在。 比如说10月24号，也就是辉达给我们正式信函，他正在请我们找其他适合土地以前，我们能够就他首选 T17、18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各方一直咧互相发声，要将回答留伫台湾。北市区 T17、T18用地，正所台北市府新收到回答3名饼场的关键。台北市长蒋万安伫议会施政报告时阵表示，希望伫10月2日进前，应有一个初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受到台币关税影响，即马有不少企业是当咧实行减班休困，目前伫咧台中是占上济，其中以机械制造业的影响是上大，而且嘛有真侪休无薪假的人为着生活，暂时去做外送员，维持收入。精密机械公司的员工当日进行出货前的整备，按过订单比疫情前少3成，因为台币关税影响，海外市场的气氛变较保守。毕竟美国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经济体啦，那所以这些国家如果对于投资的部分有稍微在暂缓或观望的话，对于台湾的机械产品输出都是不利的。中市又表示，以前期来讲，美国市场虽然敢占1成，不过国际产业链小牵连，也甲红色供应链冲击影响，而且爱到明年第1季了后，才有机会变较好。目前有不少规模较细的企业选择先减班休困，来保留实力，还是产业转型。台中市政府表示，减班休困的业者确实持续地增加。每一天的话，我们就是也是有陆陆续续收到差不多3到5件的那个减班休息的申请的家属，人数也大部分的话都是在一些3、4人以下的事业单位。台中市政府表示，10月就有117间减班，影响劳工有2598人，目前全国上济，其中各以机械设备制造业影响上大，也因为安尼有不少受影响的劳工先投入外送的职场。大家抢单的状况变严重。一些像现在那个工业区那些的厂商现在的工作上面变接量少了，所以他们都出来跑这种短暂的。根据本地业者的资料，台中地区的外送员超过8成是兼职，其中制造业甲营造业的比例将近2成。学者认为，这显示即马的减班休困补贴政策有待改善。现在的补贴金还没办法满足他的需求。另外一个更有可能是这个厂商根本没有提出申请。他只好，就那这些劳工只好自己去做为了增加收入，他去做外送。学者嘛表示，短期内兼职做外送的情况会持续。另外，即卖的工时管控是针对企业，政府嘛爱注意这兼职的劳工是不是有过劳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有人成立一个桃园市文化局假的人面册卖奖页，而且佫用假的链接被骗民众去点。桃园市文化局已经甲Meta公司检举，要求因要赶紧把这假的卖奖页甲摕落来。方便用文化局大楼的相片，粉丝页名写桃园市文化局，因过详细看，追踪者只敢若30个人。Facebook 出现无名的粉砖，民众讲若无详细看，嘛唔知影这是假。分辨不出来，如果你有输入个资，可能会被盗用吧。假的粉砖好像也才刚创，因为才发几篇文，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之后不会就是可能用政府的名义散发一些假资讯这样。正常来说，那就是看他的追踪人数嘛。桃园市文化局已经蛮久的东西了，你说今天追踪人数只有30，那我个人是觉得不信啊。最近唔知是啥人用桃园市文化局的名义建立 Facebook 粉丝专页，并且伫内面放广告宣传。广告内容敢若是用不实的活动误导民众去点不明的链接。文化局已经向Meta公司检举这个无名的粉丝专页。呼吁大家多留意，因为现在在脸书上这样的一种冒用非常的普遍，而且呢，我们观察最近这1个月来，有越来越猖獗的这个情况。对粉丝专业发人冒险，文化局讲，伫最近已经提出29个严重申请，强调真正的粉丝专业名是叫做月游桃园，追踪者已经有53000人，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唔能去点来源不明的链接。也唔通伫咧可疑网站内面留个人的资料，注意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大坪顶保护区，气象表出来讲，伫遐有顶真侪废弃物甲点仔架，昨昏南亚立委甲相关的单位去遐会勘，即个厂商无照规定申请水土保持的计划，即马代志出破，才要来补件。
那市府是强调讲，一切拢是合法，暂时放咧遐的。无路用的土沙墩正悬，高雄小港大坪顶即块山坪保护区土地，做工程无路用的淡马甲用建图甲工具机占坑的场所。不过，两间承包水利局有水接管工程的厂商，为113年开始，先做土地无提出水土保持计划。河山里的这个部分梁树号先没有送出来，然后后来才做补建，补建你看下场是如何？所以说呢，没有先提过申请，然后后来又补建，然后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这个认知上有很大的落差。沙网显轨了后是用建图甲一寡电马架，面台设备压出来了后，市政府相关单位上门稽查，认为土沙无适分类标示，个无看无好，而且违反废清法规法。13立委关志温顶南洋面台，搁再回勘土沙已经有插标示牌。我没有擅自，我怎么做分类？我没办法做分类。分类完之后会去化，比如说我分类完，干净的土，他要求该去哪一个处理厂，他就去哪一个处理厂。厂商表示，占坑场离工区开车差不多5分钟，刚来用来甲土沙分类。暗过面台这个厂商坑1年外，水利局这个案互人压坑，再要求业者补水保计划。我们进来看的时候，检查它有一些简易水保措施。但是这个简易水保措施并没有经过水利局的核定。你都同意他了，你给他合格了，水保也是你管的，你不顺便看一下水保吗？还是水利局分两个局处？这部分我们有裁罚他。水利局表示，两个业者会依照水保法各罚6万，不过强调现场是合法使用。现场土沙因为米拢偷采案，而且无土资场通收，高雄市政府长期研究设置公办土资场，希望会当解决回收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伫台中火车头附近，清在有家友登记的秀伫遐，而且当日啊，我看火车头有家友甲站务人员为月台转车落铁基路，引起治安的问题。不过市府甲警方是讲，目前并无相关的法律会当来强制驱离或者是安置这的家友，敢若会当加强巡逻甲劝导。台中火车头头前的大厅有家友踮伫遐，四界拢是纸板甲个人的物件，还佫有人直接大布棚。边啊，都是要坐车的民众，就会觉得说，你就看到那边、这边、那边一个，你就觉得说那种感觉很不好。台中火车头长期拢有家友伫遮，引发市容、卫生甚至是治安的问题。车人我宽站，还佫有家友甲站务人员塞落铁基路的。附近的居民讲，家友会直直来遮，是因为火车头有水有电，还佫有爱心的物资有关系。那么多爱心人士送餐点来给你，送食物便当来给你，还是送红包来给你。前2天还是昨天，人家有人包600红包，还有200的。是怕说不太方便，因为要赚钱。这边比较自由。对啊。家友洪安迪的意愿真低，而且台中火车头附近的管理嘛分做几个单位，站内是铁路警察管的。2楼大厅甲附近的街路是无共分局管的。警方讲，目前敢若会加强巡逻，若要整体规划，爱甲市府做伙有系统性来管理。若市府讲，目前无法度以强制力来驱离或者是安置家友。那他其实他在现场，他也没有自伤，也没有伤人，那也没有就是违法的行为，是不适合对他有一些强制的动作。市府讲，除了加强访视甲巡逻，嘛会互有需要的家友基本的生活甲就医的协助，嘛会甲交通局讨论以市场地特殊甲清洁。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的丹宁路离车头真近，便若到休困日，人甲车就塌甜。为着要互过路人有安全的车路通行，公所试办行人优先区，会收集意见了后继续来改善。车路边藏塑胶笋、涂骹有彩绘砖塔。彰化市丹宁路因为我彰化火车头附近也有真侪卖食的店头摊，便若休困日人拢可出入。市公所特别伫遮试办行人优先区的计划，有店头家真认同，嘛有民众感觉，若是会当管制车辆出入，会愈安全。对行的人，遮做生意的人，加减拢有提升甲帮助。增添活泼的部分，然后反正骑车也会注意行人这样。所以我都是中华的特色，看表演、看人、看迄排队，安尼可能无车较好。
彰化市公所表示，这条丹宁路若伫假日时人潮甲车流量变济，显示车甲过路人拢有需求。公所整合内政部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选伫丹宁路做行人优先示范区，嘛邀请民众同齐参与车路的改善。车驶的速度会影响到行人伫遮行路的安全，所以我想要参加这个计划，把这路变甲较适合民众伫遮踅街行路。设置街道家具，希望可以减少车辆的速度，然后达到那个行人优先区，让车子跟行人都会使正常的入摆。公所指出，伫行人优先区内底，车辆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嘛袂使饲喇叭，爱先让过路人行。这个计划按算会试办到这个月26，嘛甲试办落来意见，得做日后推行优先车路的参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嘉义的一间独立册店，邀请家长甲囡仔做伙来二手市啊，做讲台语的头家，希望互囡仔会当哪算哪学，其实学台语嘛会当真趣味。这是节日对不对？你大概讲3个节日的名，3个哦。单位的关注结合游戏方式，互弄关的囡仔来练习表达台语。嘉义市一间独立册店伫双十节连续假期举办台语的二手市集，邀请家长带囡仔来做头家，增加用台语来表达的机会。咱家己要去做采买的时阵，要来甲头家问，互伊迄个角色来对换的时阵，互伊慢慢来体验看卖咧。浸人伫台语的空间内底，变做因会使足自然而然的讲台语，学习台语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体验。除了囡仔来做头家卖物件以外，现场有独立音乐的歌手吴志玲，向大家来分享伊台语的音乐。主办单位表示，透过活动的方式，互亲自使用台语的环境，会当甲生活来结合，互台语的学习带来更较好的效果。咱来看台湾的足侪华语的活动，拢足多元的，足好耍的，深熟。但是咱台语的推测内底，拢一直在讲课，讲册，讲理念，是毋是会当有一寡较趣味的办法？鼓舞囡仔一句罔讲，两句罔学。主办单位讲，透过摆档案的方式，增加囡仔使用台语的机会，嘛希望为这当中，互参与的大人甲囡仔，会当透过二手市集的活动，会当伫哪算哪体验的过程，学习小了甲环保的理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我来看中国的企业最近这几年去缅甸开采稀土，不过嘛因为缅甸欠缺环境的检测甲监督，污染当地河川，而且这重金属即嘛流去到泰国，造成污染。卡接拍摄停止约塞河流。泰国清迈洪泰校大学的教授苏沙坤自去年开始关注泰北过河的水质状况，因为来自缅甸瓜邦的污染，和泰缅边境小镇米街居民的生活受到冲击。Last year there was a very huge flood, and the concern of the farmers in this area is about that there is arsenic or cadmium or mercury in the soil that they are using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 not. This is a very concern of the local people here. 位于缅甸瓜邦的大型稀土处理地点，对900包准备运去中国的稀土。稀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伫2023年以前，瓜邦的稀土矿场数量无偌济，也毋过够大。遍布伫瓜邦甲澹邦的稀土场数量提升到要40多个，其中2个就位伫米街小镇以北的缅甸境内。记者背后这条河流郭河再往北10公里就是缅甸佤邦的所在地，而佤邦在近期因为大量开采稀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这些有毒重金属物质沿着河流流过了泰缅边境，进入边境小镇美爱，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人们的生活以及环境。ปีที่แล้วก็มีคนลงเล่นน้ำได้อยู่แต่ปีนี้มา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กาแฟเลยคาปูชิโน่เลยพี่คือไม่กล้าลงเล่นน้ำครับน้ำที่ในแม่น้ำก่อนเห็นกระแสมาอย่างนี้ไม่กล้าจับปลากินเลยครับ环北干嘛各种农作物沿过河前，米街小镇的居民世代拢是挖靠过河的水生活，即马这条生命之泉刷红严重污染。It used to be th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r the tourists. So that's why there are many the guest house or small hotel around here, or even the restaurant like this, like around close to the river. Yeah.
河边的建筑物也因为去年的土石流放弃，未少旅馆拢停止营业。It seems the mercury in the fish is like the cigarette, right? You smoke one cigarette, you will not die. But the problem is you accumulate, right? Every day, little by little, and in one day, you will be sick. Who knows, right? What about young people? What about the elder people, right? 苏沙坤教授甲伊的研究团队伫污染事件发生了后，定期访问每间，因希望将相关数据记录落来，交予泰国政府、督促政府甲邻国交涉，海互美界修订过去迄种平静的生活。公司国际记者杨志强泰边边界报道。即马川普伫美国是大规模要掠非法的移民，甚至还阁呛讲要派国民兵进驻波特兰等等的城市。波特兰的市民除了游行示威，阁办赤身裸体脚踏车日，要用这个方式来甲政府抗议。这人伫摄40度的湿冷天气之下，准备要骑车出发，不少人开始先甲衫脱起来，因为这是波特兰第一位无穿衫骑脚踏车。这是2004年正这年度传统，在里属紧急加强，为着向川普来呛声。I'm here. I've never done the naked bike ride, but I'm here because I feel like if I'm ever going to do it, this would be the reason to do it. And because I think it is a cheerful, joyful way of protest. 联邦政府大规模清除非法移民，引起全美真侪所在不满。伊用以特别的自由风气出名的波特兰，连续几天就团向执法单位抗议，然后川普真生气，威胁要派国民兵进驻维安，也催生这场上波特兰式的示威。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has any business invading our city with military. And I don't like people being scooped up. I've got friends and family that live here, and it's a safe town. They're not needed, and we like it. 这是无穿衫骑脚踏车，不过爱无穿衫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无严格规定。有人相款是脱甲光光，有人规气来变装，反正是家己的意自在，这就是相关的指导原则。This is a very small sacrifice compared to like immigrants are dealing with right now. Yeah. 当局除了加派几10名警力驻守移民执法单位，厝顶顶面严格守备甲游行队伍，欢喜骑车情形是完全拢无同。后了江州民主党籍州长支持川普时，大家用牛刀欢呼这个和平示威。虽然早前有联邦法官裁定禁止川普派兵，不过上诉法庭是不是变盘，大家拢等伫看。公视新闻林义主编译。来看印尼的日者省，伫在地皇宫等等的建筑是保存甲真完整，而且在地负责人拢会晓拉年的这款传统的工艺。目前这已经被列入去无形的文化资产，咱这回来看卖。几百年来，拿捏已经成做当地家家户户一定爱有的传统。这几年来，这项传统产业的振兴，互不少当地富人有2摆就业的机会。2009年，这项传统工艺搁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Batik ini sudah menjadi darah kami. Istilahnya sudah mengalir di jiwa raga kami itu di batik. 对当地人来讲，拿捏唔那是一项技艺，也传达全华人的贴合思想甲宇宙观。日月除了是拿捏出名，员工是印尼华文化中心。规都市的规模基本上是由清真寺、皇宫、广场甲传统市场4大元素来组成。Jadi saya kira Yogyakarta ini adalah sebuah kota yang merupakan miniatur Indonesia. Mungkin orang akan paham kenapa kok misalnya harapan hidup di Jogja itu paling tinggi di Indonesia. Karena orangnya santai, tidak lekas marah, itu ya. 人来来去去的大清真寺，员工是日月的代表，风格特别的建筑，用大量柚木，这是当地知识中心，常常办理各种的讲座，也有苏丹王国的皇宫。过去这是皇家大的所在。不过，现今的苏丹特色大方开放部分的所在，互民众入来参观，就是希望让少年人有机会接触皇宫文化，
也互环境保存、拿捏、工程舞蹈、专业戏顶传统艺术的日落，都亲像一个活灵灵的博物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